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1天。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乌克兰特战部队夜袭库尔斯克，打击俄军海军陆战旅补给枢纽。9月18日深夜，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对俄军位于库尔斯克的后勤枢纽发动精准打击，袭击目标包括补给基地、弹药库以及隐蔽的武器与装备存放地点。遇袭的俄军单位是驻扎在被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的810海军陆战旅，该旅正积极参与北斯洛博然攻势，并被指控涉及多起战争罪行，其中包括处决乌克兰战俘。此次行动不仅削弱了俄军前线的补给能力，也向外界展示了乌克兰在纵深打击上的持续的优势。乌克兰的突击部队司令瓦伦丁·曼科上校表示，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俄军已经被切断3个星期，已经形成了3个包围圈，一个在库切里夫亚尔附近的小包围圈，一个在沃洛季米里夫卡周围的中等包围圈，以及一个之前未被报道的大型包围圈，可能位于拉基涅至罗季涅斯克一线，目前正在等待更多的确认。这是乌克兰突击部队的司令曼科上校在社交媒体上说由于这个泽连斯基亲自到了这个罗皮利亚去前线慰问，去视察，去对这个士兵进行表彰，说明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这儿已经取得了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从昨晚开始，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近90架攻击型无人机，我们的战士成功击落了大部分，感谢你们守护我们的天空。顿涅茨克州、基辅州和首都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科夫州、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都遭到袭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的企业。在第聂波罗州的帕夫洛戈勒有2人受伤，在基辅目前正在清理俄罗斯袭击后的后果。俄罗斯再次袭击平民，而此时全世界，尤其是美国，都在呼吁和平。我们听到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停止杀戮的立场，并同意了所有提议，以解锁外交进程，但似乎俄罗斯没有听到这一立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落实一些能够让我们更强大的措施。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宣布，今年以来，乌军已经消灭超过20.5万名占领军，同时狠狠打击了其后勤补给，摧毁29,095辆汽车。自从俄乌冲突爆发，根据乌克兰统计，俄军共损失坦克11,189辆，装甲车23,277辆，飞机422架等，基本上把俄罗斯的库存已经彻底打没了，家底基本败光了。双方在战线上没有太大变化。我们看一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正在深化与外国公司的国防合作，包括全球主要武器制造商在内的25家国际公司，目前正在乌克兰境内进行不同程序的本地化生产。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包括丹麦模式和即将推出的国防城计划等灵活模式，后者提供税收减免、海关简化、搬迁支持和出口激励措施。什么意思？什么叫国防城？实际上就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专门划出一个类似于什么自由贸易区一样的，乌克兰可以在那儿设立企业进行生产，类似于咱们的自贸区，这样就免了很多税收还有海关，那直接在那儿生产完直接拉到乌克兰了，或者拉到别的国家卖掉了，并不进入当地国家。可以说这些国家为了帮助乌克兰也是推陈出新，什么招都想绝了。乌克兰即将每天部署1000架拦截无人机，这一数量是为了应对俄罗斯每晚可能发射的多达800架无人机。施米哈尔补充说他目前还无法透露乌克兰武装部队拥有多少架拦截无人机。乌克兰导弹制造商叫火点公司以火烈鸟导弹而闻名，目前说该公司每月产量是50枚火烈鸟导弹，计划在年底前扩大到每天生产7枚，一个月就是210枚。他们还在开发下一代防空系统，并免费向其他
乌克兰公司提供反欺骗软件，1个月200多美，那这个就够俄罗斯喝一壶的了。爱尔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批军援和排雷设备，乌军将接收34辆车辆和3台机器人，这些车辆和机器人已经运抵波兰。爱尔兰国防部长西蒙·哈里斯强调，这是对乌克兰抵抗俄的坚定支持。丹麦表示继续支持乌军。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宣布，该国将通过远程精确武器对抗俄的威胁。他说，仅仅拥有防空系统来保卫自己还是不够的，我们目前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防空系统，我们还必须敢于并且渴望拥有最终威慑俄的能力。我们不想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和战争，欧洲没有人希望如此，只有一个侵略方，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一再表明，他们想要冲突，想要在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如果我们不敢为自己挺身而出，不敢做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迟早就会成为攻击目标。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战争。立陶宛国家电力运营商宣布，已完全拆除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链接的跨境电力线路，拆除工作现已完成，标志着立陶宛电力系统与俄罗斯完全脱钩，也就是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现在供电的是个问题。9月19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北约声称3架俄罗斯米格31战机侵入爱沙尼亚领空。报道称，俄罗斯战斗机进入爱沙尼亚领空飞行5英里，就是8公里。据称，这些战斗机的飞行方向是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12分钟后，意大利 F-35战斗机升空应对。爱沙尼亚外交部召见俄罗斯代办，指责俄罗斯应对此事件负责。实际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不停地试探北约的底线，不仅派无人机飞入波兰领空，还有罗马尼亚领空。现在是俄罗斯的战斗机米格31飞入爱沙尼亚领空。普京在特朗普的支持下还是有恃无恐，直到目前北约还不敢拿他怎么样。英国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说英国没有证据表明普京有意与乌克兰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周五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兴趣在乌克兰不屈服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他说，普京在这场战争中贪多嚼不烂，普京低估了乌克兰人的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英国访问期间，斯塔默跟特朗普两人在记者会上，斯塔默说最近几天俄罗斯露出了真面目，发动了自侵略乌克兰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造成了更多流血事件，更多无辜者丧生，并史无前例地侵犯了北约的领空，这些都不是和平人士的所作所为。但是特朗普却说俄罗斯士兵的阵亡率超过乌克兰士兵。他还说，俄乌冲突目前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除非最终因此被卷入世界大战。什么意思？也就是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来看，他现在已经逐渐接受了俄军在战场上并不占优势的这么一个现实，一改特朗普以前的这个嘴脸。这特朗普以前不仅说乌克兰没有牌了，而且说乌军很难抵挡住俄军的进攻，要不是他普京早就要把乌克兰给吞并。他现在又承认俄军的伤亡远远高于乌军。欧盟终于公布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方案。这个冯德莱恩亲自发表讲话，冯德莱恩宣称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大家看视频。So we are banning imports of Russian LNG into European markets. It is time to turn off the tap. We are prepared for this. We have been saving energy. We have been diversifying supplies. We've been investing in low-carbon sources of energy like never before. And today these efforts pay off. Then we have just lowered the crude oil price cap to $47.6. To strengthen enforcement, we are now sanctioning 118 additional vessels from the shadow fleet. In total, more than 560 vessels are now listed under EU sanctions. Major energy trading companies, Rosneft and Gazprom Neft,
will now be on a full transaction ban. And other companies will also come under asset freeze. We are now going after these who fuel Russia's war by purchasing oil in breach of the sanctions. We target refineries, oil traders,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in third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In 3 years, oil revenues from Russia have gone down in Europe by more than 90%. Now we're turning that page for good. My second point. We're targeting the financial loopholes which Russia uses to evade sanctions. We're putting a transaction ban on additional banks in Russia and on banks in third countries. We're stepping up our crackdown on circumvention. As evasion tactics grow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our sanctions will adapt to stay ahead. Therefore, for the first time, our restrictive measures will hit crypto platforms and prohibit transactions in cryptocurrencies. We're listing foreign banks connected to Russian alternative payment service systems, and we are restricting transactions with entities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oming to my third point. We add new direct export restrictions for items and technologies used on the battlefield. We also list 45 companies in Russia and third countries. These companies have been providing direct or indirect support to the Russian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In a war driven by innovation, cutting off Russia's access to key technologies is crucial, above all when it comes to drones. Our economic analysis is clear. Our sanctions are severely affecting the Russian economy. The interest rate is at 17%. Inflation is persistingly high. Russian access to finances and revenues are consistently decreasing. And Russia's overheated war economy is coming to its limit. Even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when speaking directly with partners that speak to Russians, they say that among the first Russian request is sanction relief. So we know that our sanctions are an effective tool of economic pressure. And we will keep using them till Russia comes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with Ukraine for just and lasting peace. In parallel, as I announced last week, we are working on a new solution to finance Ukraine's defense efforts. This is based on the immobilized Russian assets. We must be very clear. This is Russia's war, and the perpetrator must pay for it. With the cash balances associated to these Russian assets, we can provide Ukraine with a reparations loan. The assets themselves will not be touched, and the risk will have to be carried collectively. Ukraine will only pay back the loan once Russia pays reparations. We will come forward with a proposal soon. 欧盟的第19轮制裁，我想比以往恐怕力度都要大。为什么？这个不是外界所说的欧盟同意了特朗普的什么叫2级制裁，这个是个误解。首先一个，冯德莱恩说欧盟要终止，也就是关上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阀门。首先是欧盟不再进口这个俄罗斯和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哪一天应该到2027年吧，还26年。这第二个，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是47.5美元。第三个，对俄罗斯的118艘这个影子舰队实施制裁，这个就是打击俄罗斯的运输能力。第三个，它要限制第三国，这里面特别强调了大国，如俄罗斯开展贸易，这个指的是大国企业，这个不是什么2级制裁。跟特朗普对印度啊2级制裁，直接给他加了一个25%的关税，印度的关税就50%，这个显然不是一码事。
欧盟是针对大国如俄罗斯开展贸易的企业，比如石油、天然气这些企业，它要进行制裁，不是进行贸易战和关税方面的制裁。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意思。那制裁什么？不是说大国你给俄罗斯卖卫生纸都要制裁，不是这个意思。它是禁止大国的企业或者第三方国家企业，如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的交易，就特别是这两个企业，对吧？谁跟俄罗斯的这俩企业做生意，就制裁谁，就关于俄罗斯的金融这方面的制裁。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为避免匈牙利投反对票，也就是怕匈牙利否决这个制裁方案，欧盟方面准备解冻约 5.5 亿欧元的欧盟对布达佩斯的资金，以换取匈牙利对该制裁方案的支持。同时，这个欧盟冯德莱恩还宣布要将欧盟扣押俄罗斯的资产，要用这个资产来支援乌克兰，为乌克兰提供军备，而这个钱到时候由俄罗斯的战争赔款来支付，就是来还。我觉得这里面最管用的就是把俄罗斯的石油限价从每桶60美元下降到 47.6 美元，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最有效的一击，也就是让俄罗斯你越卖越亏，你不卖还不行。这个不光是欧盟，那现在 G7 国家也加入进来。澳大利亚外交部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降低了俄罗斯石油限价，并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另外95艘船只实施了定向制裁。背在俄罗斯脖子上的绳子又紧了一紧，同时也说明特朗普的这个小算盘落空了。特朗普要绑架欧盟，还有北约这个国家，非要跟2个印度对着干，要发起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税战、贸易战。特朗普还是失算了，没人理会他。也就是说，咱们就事论事，我觉得欧盟这次制裁非常好。一个是把石油限价 47.6 美元一桶，这个下降了 20%。那俄罗斯卖一桶油有 20% 利润吗？不一定，那肯定是赔钱了。第二个就是你有针对性的制裁公司，谁跟俄罗斯的两个石油公司合作，哪个公司我就制裁他，对金融机构进行制裁。根据美国媒体说，德国总理莫尔茨已经同意改变立场，将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只要德国同意了，这个事就好办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国家不同意，好解决。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裂痕，其实他们高层的裂痕还是慢慢的显现出来了。虽然普京进行精心的修饰掩盖，但是还是露出马脚。首先是9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杜马各派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强调了提名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作为领导职位候选人的必要性。他表示要寻找并推动那些将生命危险抛在脑后，为了服务祖国而毫不畏惧的人到领导岗位工作，接我们的班。也就是普京现在在考虑他的接班梯队的问题，而且他指定了接班梯队要从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立功的这些人里面提拔，因为这些人将生命危险抛在脑后，并且普京还特别延长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总参谋长以及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他的服役年龄。这个格拉西莫夫刚过70岁生日，他已经超龄服役了，应该退休，但是不仅没有退休，反而又给他延长5年。现在也就是格拉西莫夫要干到75岁，这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普京现在后继无人。一方面，他要对即将回国的庞大的俄军要做好安排，一旦俄乌停火，如何安置接收这个将近100万的前线部队，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得给这些人晋升空间，得给他们找好岗位，而且还得不错。所以他要跟俄罗斯杜马的这各个派别要开会，接下来提拔干部，要给从前线回来的俄罗斯军人要留位置，否则这些人不满意，整个俄罗斯社会将动荡不安。这些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在前线玩命的这些人，那么安置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个对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国内都是一个考验。这第二个就是普京要跟这些人深度捆绑，
把这些侵略过乌克兰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那么普京就不用担心俄罗斯人秋后算账，因为到时候在这个岗位上面的人都是侵略乌克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自我否定，他们一定会拥护普京。所以这普京也是一箭双雕，要在俄罗斯这个重要部门、重要岗位安插这些从前线回来的这些军人。第三个，对俄罗斯内部要进行清洗。你比如说，今天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普京的重要盟友辞职。这个经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已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盟友德米特里·科扎克已辞去了克里姆林宫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但未透露更多细节。《纽约时报》曾于上月报道称，科扎克因反对2022年进攻乌克兰而失宠。这位曾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幕后操盘手的要员，此后一直保持低调，据称已将关键职位移交给了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副幕僚长基里延科。据商业新闻媒体 RBC 周三率先披露，科扎克于上周末提交辞呈，目前正考虑进入私有企业工作。克里姆林宫随后证实了科扎克的辞职。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及此事时回应道：“我可以确认，科扎克已辞职，这是他本人提出的请求。”这个科扎克可是俄罗斯总统行政管理机构元老级成员之一，他是26年前以法律事务副主管的身份进入克里姆林宫工作。他当时的服务对象是叶利钦，也就是说，这个科扎克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元老，办公厅副主任，比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还早，所以他是普京真正的盟友。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这个科扎克他是负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事务的一个主要人员，所以科扎克他就一直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尤其是在最近双方僵持不下，美国特朗普从中游说，希望停火。在这种背景下，科扎克他又活跃了。本来2022年2月24号之后，科扎克就被边缘化，因为他是反对侵略乌克兰的，被普京晾在一边，挂起来了。那他本人也不敢说话。那现在就因为现在要求和谈，所以这个科扎克又活跃起来了。据说他多次向普京建议立即停火，接受美国的这个提议和谈。但是科扎克被辞职，或者他不管他是自己辞职还是被普京给他免掉，总之都说明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主战派占上风，也就是像梅德韦杰夫、拉夫罗夫、别罗乌索夫这些嘴炮，他们现在正是当红炸子鸡。实际上说明俄罗斯高层内部拒绝谈判还是占主流。尽管战争的代价巨大，俄罗斯也要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的流氓强盗逻辑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拉夫罗夫指责乌克兰战争持续的罪魁祸首，说俄罗斯找到了乌克兰战争持续的罪魁祸首，一切都是因为欧洲。俄罗斯塔斯社对拉夫罗夫的话进行了报道。据拉夫罗夫介绍，如果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利益得到保证，莫斯科准备在乌克兰问题上寻求妥协。拉夫罗夫说，欧盟不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和解，而是希望重振欧洲军事机器，并维持对俄罗斯联邦的威胁。这个拉夫罗夫所说的莫斯科准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妥协，这么一听好像普京是不是要让步？且慢，对吧？你不要想多了，因为拉夫罗夫把妥协重新定义了一下。什么叫妥协？拉夫罗夫说正如普京总统多次强调的，俄罗斯清楚任何稳固的协议都是妥协，也就是签任何固定的协议，那就是俄罗斯在妥协，除非把乌克兰整个的吞并，那不用签协议，已经吞并了，签什么协议？跟谁签呢？只要签协议，那都是俄罗斯在妥协。与此同时，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愿寻求妥协的前提是国家在安全领域合法权益以及乌克兰境内俄语人口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且要与未来协议的其他所有参与方利益受保障程度均等。拉夫罗夫还说美国政府了解北约当前的问题所在，且公开谈论过，
说华盛顿也必须承认，必须考虑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新地区的公投结果。什么意思啊？就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以及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啊，不是搞了公投吗？这个让俄罗斯妥协的前提是，对吧？大家都得承认这个公投结果，然后俄罗斯才会妥协。俄罗斯的妥协是跟乌克兰达成协议啊，这就是妥协了已经。所以拉夫罗夫把强盗逻辑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啊。唯一遗憾的就是俄罗斯目前的实力撑不起这个5夫1娃1金的这个雄心，或者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配不上5夫1娃1金的这个雄心，可惜了啊。首先是俄罗斯商业日报报道，9月16日，圣彼得堡交易所92号汽油销量下降 21.7% 至 1.56 万吨，创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95号汽油销量较前一日下降 15.5% 至 1.206 万吨。交易所汽油总销量下降 19.1% 至 2.77 万吨，这个都得益于什么呢？俄罗斯炼油厂的不可抗力导致加油站大规模停运，俄罗斯汽油批发销量跌至2年最低点，而价格却持续创下新高。这个都是乌克兰无人机持续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后果。9月16日，俄罗斯2个独立网络，俄罗斯的每个网络包含20个加油站，那么有2个独立网络暂停了零售业务，只按长期合同供应汽油。商业日报指出，市场参与者担心，由于炼油厂计划外维修，9月份的汽油供应可能会推迟，而8月最后一周的大量销售没有实际资源支撑，也就是俄罗斯作为一个产油大国，居然无油可用。这还不算，我们再看看这个大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合作现在是什么个状况。我们根据媒体报道说，莫斯科时报报道，大国汽车制造商奇瑞因制裁决定离开俄罗斯。不玩了。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第一季度，奇瑞销售已占到俄罗斯小型汽车市场近1/5的份额，20%份额，共售出近325万辆汽车，销售额5560亿卢布。奇瑞汽车在俄拥有372家经销商和687个 4S 店。目前，奇瑞已经开始缩减在俄罗斯的业务。今年4月，其自2005年开始运营的子公司就将资产转让给3家未具名的公司，达成了协议。奇瑞计划逐步减少现有品牌和分销渠道数量。奇瑞将于2027年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挣一把钱就走，把钱结算回来，别到时候表面上赚了钱，俄罗斯赚钱，俄罗斯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到时候再被普京一没收，那不更惨吗？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现在见好就收。有多家媒体和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最近确实在打压中国车的政策，还正在加强。这个就不说了，比如说上调报废税，不停的上调，在网络上掀起一股中国车质量差、污蔑中国车质量的问题。我说实话，咱们大国的新能源汽车是不咋地，但是人家可是过了欧盟的认证是最严格的，能过欧盟的验证，那在俄罗斯卖一点毛病都没有，绝对是超过俄罗斯2个档次。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打压大国汽车厂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大国的汽车厂商也寒了心，也知道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早做打算，早点结束，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学一学这个李超人，一旦大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减少，这个俄罗斯恐怕也只能慢慢的窒息而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